今日三友帶大家來到清桃苑280尺一房一廳單位，玄關正對有一組淺色木紋落地儲物櫃，右側可以掛架可以用作出入門口嘅裝衣區同小收納空間，左側就預留咗空間放置雪櫃，上方則利用額外空間加裝一組吊櫃，啱用淺色木紋及白色設嘅獅字櫃兼具實用性同美觀。大門則配有換鞋區，方便日常出門。櫃底做懸空設計，加上燈帶，保留一定嘅空間感。獅字櫃中空位置可擺放鑰匙等日常用品，亦可擺放家居裝飾物。上下兩組木櫃都可按屋主嘅需求靈活調整，例如鞋櫃、玄關櫃、收納層架等等。客廳及房間以磨砂玻璃牢門做獨立分隔。三節式牢門拉開，連通客廳及房間。床緣做多一級，方便上落床，仲可以多一層收納空間。床頭櫃連接上面嘅入牆式衣櫃，簡單分層，方便將衣服掛起及折疊收納。油壓床內仲有額外嘅儲物空間，將空間物盡其用。廚房選用灰色配上白色來打造吊櫃以及櫥櫃，另外配上白色石英石台面，乾淨容易打理。浴室為咗配合空間大小，做咗簡單嘅站立式企缸，天花板式浴室花灑頭亦可以方便屋主使用。當然唔少得洗手盆同浴室櫃。櫃門前後都有鏡，方便使用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友嘅觀塘門市睇下。